又係我環球食肆鬼見愁帶大家去食嘢，離開咗銅鑼灣站 C 出口，向住鵝頸橋呢個方向繼續向前行，就係位於駱克道401號地下榮華商業大廈地鋪永豪麵家，入去先。哇，不老雲吞，自家秘方裏面，摁下摁下，摁，傳統就係咁樣摁出裏面噶啦。老闆娘爆雲吞，老闆問下啲麵先，好香啊！哇，牛腩粗麵，哇，炸雲吞，黑拍葉，炸鯪魚球，哇，雲吞麵啊，牛腩粗麵，哇，好多明星嚟。咦，我見到許冠文喎，九王出嚟啦！好，整碗細蓉食下先。好，數下幾多粒雲吞先，掉落去淥一淥。好，嚟個乾坤大挪移，搞掂。好。整一隻雲吞嗱，數一曲細蓉一碗，哇，好正啊！好，先嚟飲個湯先。嗱，呢個湯咧就係由幾十斤嘅材料精製而成嘅，材料包括有泰國嘅蝦殼、大地魚、蝦子同埋仲有豬骨啊！哇，雲吞啊，好正，食埋啲麵先。好，落啲醋。哇，好正啊！哇，根本喺第度食唔到啊！其實呢個就傳統嘅味道啦。好，最後要飲碗湯先，啊，正啊！記得去位於駱克道401號榮華商業大廈地鋪嘅永豪麵家啦。